清华大学嘅天文系所呢，最近伫咧学校嘅图书馆以天文做主题，设计出动态高趣味嘅互动艺术作品，希望会当互民众了解到动力谱是安怎样卖。操作手中的开关，透过游戏的方式吸引宇宙中的天星，两人互相比赛，过程中了解暗光星的奥妙。那在透过这个游戏当中，我也可以跟朋友分享我所观察到的星体以及这个宇宙之间的奥秘。功能键它会让黑洞质量放大。那放大的时候，你就因为质量变大，所以你会吸引更多的球体。你会发现你的力量比较大，它几乎都会让你的力量转。等落去几啊粒的金珠啊，模拟星球互相转射几粒啊。清华大学以天文做主题，用视觉、听觉甲互动艺术的方式，希望互民众对宇宙有更较深的认识。在清大图书馆要等到5月7日。科学，所以希望就是透过展览、科普，希望就是民众可以知道到底我们天文学家是做什么类型的研究，然后我们应用的那个技术到底在未来可以有什么的进一步的应用。现场可以使听到科学家甲侦测到的重力波，透过转化变做音波，实在真趣味。民众透过体验，直接感受到宇宙中的心跳声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